伫永华国小跳鼓队活爆热情的表演之下，台南市永华国小幼稚园新建工程正式动土。动土之后，到113年呢，就会把他们原来有2班的幼儿园呢，那扩增成为6班，会增加4个班。那其中呢，会有幼班呢，会有2班。那么可以招收2到未满3岁的，这个部分是所有家长所引颈期盼的。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教保服务，那么最主要的是要减轻家长的负担。其实台南市在整个幼教的政策的部分呢，从市长就任之前呢，108我们只有25% 呢是平价的教保服务量，到今年已经有78.6%。那么到了113年，整个新的园舍完成，可以达到86.3%。可以说，提供给家长的就是每个月不用到3000块。那有的幼儿园孩子给打折可以说是更便宜。那我想对减轻家长的育儿负担，应该是大大的一个帮助。永华国小幼稚园将伫校园西北角打造一栋2层楼高的园舍，内部环境满足囡仔的学习需求，营造轻松活泼的学习氛围。另外，台南市政府伫这几天嘛得到教育部的补助，将要陆续打造新建的幼稚园。110年呢，有争取到19.5亿的这个经费，我们会整个扩建新建呢，大概有21个园所。那这整个19亿的投入，21个园所分散在我们台南市各个区域，把原来它的公共化教保服务量比较少的，我们就做了扩增，所以整体才会说，再加上我们的准公共的幼儿园，那么可以提供的服务量可以达到86.3%。教育是上大地投资的希望工程，教育的软硬体环境拢应该完备，每一位家长嘛真重视。台南市政府嘛将为台南市的囡仔提供安全佮高品质的学习环境。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。